各位万声里的里面，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上来。我是咧无即两集咧，我想要来讲一本咱一两当前读过的册吼。嗯，啊，因为感觉讲最近就适合提出来讨论诶。嘿嘿，简单来讲呢，就是讲即个五月册的时阵，有一寡地区呢咧选议员，结嘿，果即个 Reform UK 呢摕着足侪死处，嘿，可能是为着要巴结一寡右派的选票吼，所以即个嗯哼，工党执政的即个英国政府呢，雄雄杀出一个移民政策的白皮书，就嘿，是要甲规个限制抽到足悬诶。哼哼哼，申请公民本来是5档，即摆要提高到10档。嘿，以欧洲来讲，本来英国就算讲诚歹摕着公民啊，即摆对，佫变甲佫愈困难，而且嗯，需要足侪钱诶。嘿啊，以嘿，前逐当咧增加呢，对啊，就已经足恐怖啊，即摆佫愈对啊，恐怖。嘿嘿嘿，所以即个网络顶悬就足侪讨论，就是嗯，足侪台湾人含香港人就生气啊。嗯，伊的 thread 面顶拢大部分拢是迄个写汉字诶，嘿，有咧讨论即个代志，就开始骂迄个，我有看着足侪人会开始咧骂迄个难民，牵即个领社会福利诶人。嘿，毋过我就会感觉讲安尼较毋对，因为逐个拢是算是被害者，对，移民啊、难民啊，还是讲领嗯嗯嗯，即个社会福利诶人，其实拢是相对比较较弱势诶人。对对对，嘿，嘛是有人提着讲甲即个移民诶即个条件提较遮悬，对英国本身家己就不利诶。嗯，因为伊家己本身训练出来有即个技术诶人员诶，无法度去支持伊即马有诶即个产业。嘿嘿嘿，所以我就熊熊就想到即本册，因为其对，实英国改成二战了后，就一直会做一寡足倒头做诶代志，就嘿，是摕石头讲家己诶骹。对，甲即个一直讲哦，要做即个central of the world。嘿，结果呢，家己甲即个市场愈做愈小。嘿，所有迄大企业拢全部拢卖出去安尼。对啊，嘿啊。嘿，这嘛算是一桩灾情啦，吼，会当甲家己愈做愈小安尼吼，talented。哎，所以有当时啊，你会足想要甲错诶，就想讲，嗯遮个政策真正是偌有春诶。毋过你嗯，小想起来，伊遮选民诶即个素质，敢有即本册内底讲着遮个即个帝国虚伪去诶一寡镜头，哦吼吼你想吼，想佫会当理解讲，哎哟，是安那会当遮尔烂，真正是因为有即个历史诶原因。想想佫感觉诚可怜诶，骂落。可怜啊，悲哀啊，嘿。会讲好啦，不如去啉酒啊，看骹球啊耶 football。我讲这选民的素质嘛，甲国家教育有关嘿，就是读即本册对对对对了，对。读即本册了，真正感觉伊规个国家是系统性的业种，真正足重诶。对对对是对。无怪即个国家诶人，若会使话，为透早就开始啉酒啊。对啊，就感觉无希望啊。哦，真的，真正毋知要按对开始讲才好。对啊，真是，所嗯，以咱说开一个 podcast 来吐槽英国，因为实在是伤济通吐槽啊。真的。系啊。好，讲来即本册的作者叫做 Philip Stephens。嗯，伊是迄个 Financial Times 的记者，就是迄个叫做啥《金融时报》嘿。嘿嘿嘿，伊定定会评论即个英国的政治。嗯，啊，所以伊因为即个职务的关系，定定含遮个首相，含因为即个文官记者。嘿，伊的即个前两本册呢，一本嗯，是含即个保守党的政府控制英镑汇率有关。嘿，另外一本呢是即个英国1997年到2007年的即个工党的即个首相 Tony Blair 的即个传记。嗯，就拢是对即个英国即个核心的决策倾向的一寡观察跟追踪。嘿，伊入去即个 Financial Times 进前呢，伫即个路透社，就是嗯，路透社服对对，务，嘿，规定拢是写新闻的啦吼。嗯，伊迄当时差不多是迄个1985年进前啦。
迄当阵伊就负责看即个 Brussels，就是迄个当阵迄个欧盟的总部 Brussels 嘛，嗯，对，嘿，伊负责迄部分的新闻，就是嗯，拢咧看即英国遮的首相含即个欧盟总部之间的即个互动，嘿，含因咧沟通安尼，迄个嗯嗯时阵就开始咧看即英国家己一个人伫遐搬讲哦，我含即欧洲之间诶，一下要好，一下佫无爱好家己一个人搬一个独角戏安尼，嘿嘿嘿搬甲足欢喜诶。我感觉伊可能就是伫迄个时期开始累积即本册内容一寡资料安尼，嘿嘿嘿，这样精彩，嘿，对。所以即本嗯册到底咧讲啥呢？伊诶嗯故事主要是咧讲即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即个国家呢去失去伊诶帝国，伊为即个嗯，世界重新释出去了后，对啊，安怎去重新找着家己诶身份？嗯哼哼，毋过逐个放心，免烦恼讲有人会逼戏文，因为呢，目逐个目前已经知影即个结局就是悲剧，吼，嘿，因家己做得来诶，愈写愈外口，嘿，真正是家己做得来的，这嘿，对啊。嗯伊伫迄个上头前，迄个推荐嗯序内底吼，嗯迄个罗志美教授有提着，伊迄当阵60年代即个美国诶国务卿就讲啊，嗯迄个英国政府诶外交就亲像是失去一个帝国，毋过未找着一个适合诶角色，因为所有诶政治人物拢会扮道教，甲嗯头壳插伫咧山内底，真正是安尼，吼。嗯后来呢，三十当了后90年代即个英国诶政治学者嘛讲，英国即个镜头是后帝国时期创伤症候群，嗯嗯迄个就是后帝国时期诶即个 PTSD 啦，吼。毋过问题是即个镜头，我感觉到2020年代拢还未完全消失，对佫继啊，续咧影响英国。真的嘿，啊，即本册呢，其实就是咧，伊全部咧是证明讲着英国即个 PTSD 就是还未结束的，伊佫是真的已经嘿，继续落伊诶，伊佫咧找伊家己诶角色。嗯，诶为50年代到遮已经70档，伊佫咧找呢。揣无，嘿，要甲伊画一个协寻的海报无？好，伊即本册呢，总体即本册，伊是为即个二战了后即个苏伊士运河开始写，苏伊士运河事件。对，写到即个2020年中，嗯大概是一阵首相一张安尼差不多用安尼来讨论当当嗯，时即个国际含国内的情绪，佫有即个政府诶会做出来选择。嗯则着爱先来讲者迄当阵诶背景吼。嗯，1945年进前迄几冬就是二战诶时阵嘛，毋是上有名就是丘吉尔嘛，Churchill 伊带领即个英国人诶成功甲即个 Hitler 甲动来，甲德对啊，国动来，逐嗯个拢足骄傲诶，感觉讲阮英国足强足厉害，因为即欧洲互崩甲一片土Churchill 家己嘛感觉讲我领导即个英国足大诶啊，佫强啊，佫勇啊，吼。迄当阵呢有一个三巨头，诶嗯，Three Biggins，即英国诶 Churchill，嗯美国诶即个杜鲁门，含即个嗯苏联诶即个Stalin，嗯因伫即个战赢之后呢，着嗯做伙伫即个德国诶一个所在叫做 Potsdam，因伫即个德国即个所在即个一个皇宫呢，做伙来讨论即个世界诶局势。嗯，啊，做伙来决定即个世界了后要安怎运作。嘿，就是讲迄当阵呢，是即三个人决定全世界诶运作，就是即三国，就是 Top Three。嗯佫有即个战后呢，要安怎去分迄个战利品，嗯，所以迄当阵感觉就是全球就是即三个人讲了准算啊。而且迄当阵英国佫有印度即粒帝国诶宝石啦，佫有即个中东啦、嗯非洲啦嘛有势力，所以
互因感觉讲足了不起诶，即个地公呢，迄伫即个大战了，佫抑佫伫遐菜伫遐调嗯调调，嗯嗯吼，嗯，拢袂摇安尼吼。嘿所以这笑笑迄当阵甚至认为讲吼，虽然讲是三国，虽然像三个头人哦，毋过呢，美国人有气力有金巴，毋过英国人呢才有头脑。即个苏联呢，看起来也无啥啊，所以呢，伊感觉伊是会当透过美国来影响全球诶。嗯嗯，毋过因根本就无注意着，即个战后即个欧洲呢，包括英国，对拢家己互绑甲烂糊糊，对，需要想要重新建设，而嘿，且英国诶即个钱呢，伫二战诶时阵拢开了啊，嗯伊即摆嗯嗯嗯，财库足空呢，对，对，嘿，搁爱重新起物件，重点是呢，1945年重选即个执政党诶时阵，嘿保守党根本就大输嘛。嘿，所以你笑笑伫遐做啥物头人啊，结果过无偌久就就落台啊，对啊，系啊，佫头人咧，嗯，低头的所以头吧，对对，嘿系啊对啊，迄当阵人民根本就无要伊讲你是几个头人诶，对啊，是插水来探什么啊个，嗯因想要因想要爱诶是迄当阵诶即个工党讲诶即个社会福利啦、健嗯，保啦、社会主体啦。嘿无才一个受伤，阿兵佫去相战了，转来也无所在通住啊。哦，对啊，啊，有啊，等去迄当阵，佫需要老百姓开船去甲遐个渔民哈？接转来。吼，你有看迄出电影吗？无，我毋敢看战争诶电哦影。哦哦，啊，你会知影讲，就是看迄出电影，啊，佮去找遮历史，你会知影迄当阵诶英国偌惨啊！真嗯，正是无钱无办法，因为迄当阵诶军舰嘛是互嗯德国崩掉啊。因为嗯，迄德国诶空军都拢伫找迄大只船伫崩嘛。嘿啊，所以我伫网络有看着英国诶喙花手伫考说即段历史啊。哦，嘿啊，是哦。嗯我感觉上含诶是笑笑伊感觉讲吼，嗯，伊其实迄当阵有一寡政治人物，因拢有即款意识形态，你感觉英国呢，看美国是啥物血浓于水啊，就是有就这就是咱就是国民党安尼嘛。对对对，有就这感情诶啊，嘿所以一定爱看美国徛做伙，而且伊嘛感觉讲美国一定会看咱徛做伙，因为咱就是血浓于水，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嗯而且伊二战诶时阵，其实即两国呢，因合作甲足歹，所以嘿，会因就会感觉讲，哎呀，英国甲美国真正是好妈子安尼，嘿，吼，煞来伊佫感觉讲，我大战诶时阵，我已经为着即个保护即个咱诶即个自由诶嗯即派吼，做出足大诶牺牲啊，所嗯，以美国呢，伊一定会嘛会知影我诶牺牲，一定会承认我的即个贡献，就互我一寡好处，嘿，结果想袂到呢，美国根本就无咧插销伊诶，对啊，嘿。哎呀，啊则先挑出来讲者吼，嗯其实足侪所在讲 Churchill 伊是支持后面即个概念，嗯，毋过伊是支持恁遐诶欧洲人恁去组一个组织，嘿，阮遮英国人吼，嘿，要去阮是要做一个岛诶，去甲恁领岛就好啊。嘿，因为我是导师啊，恁是学嘿，生，阮无要甲你做伙，我甲你毋是共一个阶层诶，嘿。伊到底是对哪个主心啊？我毋知，就是对啊。嘿，伊感觉伊讲，我美国较嘛挤，恁嗯遐是迄小弟诶细汉诶，嗯，所以伊就较美国较活，伊嘿，佫家己感觉伊是比美国较巧，嘿，毋过其实为伊开始较后壁，逐个思想，大概因做决定了后，尤其是大概呢咧选我要徛对即边诶时阵，嘿，伊拢会放弃欧洲即边去顺美国诶意。
而且即个美国伊讲即个美国语呢，通常是伊家己想出来美国意思，甲美国真正要爱意思拢无共款。嘿，所以伊做决定了后呢，即个美国反应就是咧甲伊讲，阮美国人呢是国家的利益排第一。嘿，咱拢爱先甲阮家己的国家先排伫第一，后壁要讲要甲你斗相共啥物的，则甲讲。对。毋过你若是影响着我的利益，歹势，我绝对袂互你安尼就过啊。对。嘿，毋过笑笑伊遐个概念吼，伊遐个空头网就安尼一届一届安尼手上安尼一直传落去。吼，你通讲是传承啦，毋过我感觉佫想要去互纠缠的啦。我感觉应该是纠缠吧，毋过纠缠纠缠是毋是自我感觉收敛好啊，收好啊？一定是啊。因为美国进前是甲英国咧拍独立战争诶，嘿。对啊。所以伊无可能无家己诶利益放伫头前，煞去甲你去甲你合作。对，我感觉美国安尼做无毋对，本来就是爱甲国利益放大先，而且伊有本钱安尼做。对啊，而且因为战后英国伊足欠钱嘛，佫有一段又有写着，因为大英帝国有足侪殖民地，遮个殖民地你爱维持遮个殖民地，你着需要军队伫遐。毋过你伫海外驻军，你着需要经费嘛，因着只好靠美国讨。毋过美国国会直接着反对啊。而且其实美国感觉讲，是安怎我付钱去维持你一个帝国的梦啊？对啊，我毋是空的啊。系啊，而且伊迄当阵就是甲伊抗争过诶，伊是反殖民诶啊。对啊。而且一战了后，其实美国总统迄当阵总统威尔逊就有发表即个14点的原则，表达讲伊反殖民主义的即个立场。甚至即个罗斯福和即个杜鲁门拢甲即个改善大英帝国当做因战后的关键目标。所以哪有可能直接送钱去互恁管殖民地啊？对啊，毋过我感觉英国欠钱嘛，是有互美国害着啊。是啦，有对啦，因为就是1929年的时阵，迄美国股市崩盘，造成经济大萧条，害英国工业甲矿业受到冲击，迄失业率就飙到差不多50%。因为安尼，英国经济开始落行，佮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伊佫有甲美国借钱，所以即个空就愈来愈大，佮一直战争，所以嘛是真衰啊。就是迄空塌袂开啊，嘿啊。对，其实我感觉对头前是真正是有互美国害着，毋过后壁伊家己去铺迄个美国烂拍嘛，真正是铺甲足欢喜啊。嘿啊。对啊。转来即个二战了后啊，即英国头一摆发现讲家己失去即个帝国地位，上开始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诚简单来讲，就是迄个是当阵迄个埃及政府吼，甲英国和法国的开钱起的即个运河收转来做国有的。了后即个英法拢想要维持即个帝国的即个班，所以伊感觉讲你凊彩就甲我讲，咱开钱起的迄个运河要变做你的。我若无甲你，我若无出声，我就写我帝国的民主嘛。互拍假，所以呢，因就决定讲我要出兵。毋过中逐个就开始讲，哎呀，就拄仔才二战了啊，安尼无就逐个有运河即个国家出来开会讨论啊，无就是摕去联合国讨论啊。反正就是莫开战啊。所以就是遮讨论遐讨论。时间有小可长着。其实一开始英国人民是嘛是足激动的，感觉讲，哎哟，咱即个帝国吼，互即个埃及即个生民袂爽呢，一定爱即个出兵甲因教死一个吼。
啊，毋过拖到后来已经几落个月了后，即个民意就退啊，逐个拢感觉讲啊，凊彩啦，有出兵无出兵无差啦，无嗯，差啦，即个救经济较重对啊要啦，对啊，嘿啊，吼。嘿啊，啊毋过迄当阵诶，首相艾顿呢，含即个嗯法国诶即个总统呢，嗯因拖到即差不多11月，雄雄感觉讲出兵吼，嗯啊因着出兵啊，嗯，啊结果出兵了后呢，国内也反对，国外也反对。嘿，所有诶人除了因两个拢反对就对啊。对对对，佫佫加上讲，即个英国佫欠美国诶钱，啊，美国嘛出来主动，嗯，用足济迄个经济诶即个手段去甲因对逼，讲对，你即摆甲我停落来，吼，甲嗯即个兵哥拢叫因转来。嗯，所以英国呢随软去，讲好好好，我随停来。啊毋过呢，伊即当阵嘛发现讲，哎呀，原来讲呢，比起来挺即个好兄弟，因为伊感觉家己甲美国是好兄弟嘛，对，我感觉讲比起爱挺即个好兄弟呢，美国其实较要伊即个去制衡苏联即件代志，嗯嗯嗯吼。嗯，啊，即件代志呢，就拄好说明讲，英国即个势力已经较进前差足济啊。对啊，进前讲即个三巨头 Three Biggins，即摆呢拢咧讲美苏，美嗯，国甲苏联之间，对啊，啊，英国已经是 not in the picture，out of the 嗯嗯 picture，嗯吼。嗯，啊，共时间呢，法国嘛发现讲，英国拢会甲伊甲美国诶关系放伫伊甲欧洲国家诶关系头前。嘿，吼，嗯，啊，而且法国伊嘛想要做即个世界老大嘛，对啊，啊，毋过法国伊选择诶方式，伊无法度信任即个美国，伊选择嗯，诶方式是，含伊上讨厌诶迄个厝边德国结盟。嘿，伫安尼，伊感觉讲即个方式才有法度伫欧洲摕着即个领导诶即个地位。嗯啊迄当阵足趣味诶，就是迄当阵诶西德诶即个总理含法国建议，伊讲咱两个啊，若是要伫即个世界舞台面顶扮一个足决定性诶角色，嗯敢若剩一个方式，嗯，就是咱爱联合起来缔造欧洲。英国伊即摆还未捌代志诶，所以伊还未对，伊还未捌代志。搁则是还那袂捌代志，对，not mature enough，啊袂晓伊袂晓讲会当愿意点头来参与。嗯嗯嗯，毋过即个苏伊士运河诶事件会互因真诚起来。来，法国，咱两个合作，即个欧洲就是你诶好报仇啦，笑死！这是啥物查甫人诶报仇？为什么遮强啊？对。啊，对。嗯啊，对，所以即个迄当时诶总理呢，即个 Aden，嗯，因为即个苏伊士运河了后呢，嘿，伊就落台啊，因为即个事件呢，基本上就是变做伊家己诶即个政治自杀事对件吼。啊对啊，嗯嗯嗯哈，毋过伊其实伊即个人，伫即个件代志发生进前嗯，迄当时拄啊即个欧洲经济整合有一个讨论会，嘿，着时阵当阵想要出来做伙做一个即个缔造即个和平诶，规个国家嗯因有用一个讨论会，有嗯，邀请英国去。嘿，毋过迄当阵顿就感觉讲，哎哟，即个欧洲是伤细啊，一粒仔囝尔，我是安那要参加即种物件，吼，所以伊直接就无去呢，共放粉鸟呢。因为伊也袂捌代志诶，对，也袂捌代志，嘿。后壁接伫伊后壁即个 Macmillan 呢，嗯，麦克米伦呢，拢咧无用咧安打美国，因为因伫个苏伊士运河了后，就甲迄美国就袂爽伊诶啊。嗯嗯所以伊就开始爱即个就拍拼去安打美国。嗯人呢伫欧洲咧签迄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含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嗯就是
后面的前身的时阵，伊就拢无去，伊同一个时间伊去见美国总统啊。嘿，所以人咧想要建立家己要安讲一个联盟的时阵呢，伊拢走去抱迄个美国的蓝拍，嘿。后来呢，即个607年代，因为因拢基本上因的剧本拢是安尼，后壁607年代国内拢伫遐咧有大说，即想要做欧洲的老大，佫想要牵美国平坐徛，看着欧洲即个经济共同体有一个搬出来就想讲安尼袂符合家己去找一寡即个欧洲的国家，其他还袂加入的国家去组一个物件叫做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结果买手发现讲，根本拍袂赢，只好南马第一个走去申请加入欧盟。毋过法国足袂爽的伊讲英国一开始甲阮放粉鸟，而且伊几若届因讲拢是背叛阮去牵对反背去去牵美国做伙，而且英国牵美国的关系伤好所以法国就一直投反对票。所以英国最后到即个1973年呢，才成功的加入即个欧盟。毋过迄当时已经打死牵欧盟讲条件的时阵伊怎做尾班车加入？毋若是无法度做迄个讲话上大声的，嘛需要交较济钱。嘿，对，真正毋知要安讲。对其实迄个麦克比伦伊嘛毋是完全毋知影英国的状况有偌歹呢。伊伫即个1959年的时阵伊有请伊的即个内阁的秘书伫完全保密的状况之下去整理一寡资料，评估局势，去做一个报告出来。内底就有讲着英国的势力，尤其是经济，真正是不足，无法度担起即个帝国的角色，需要牵即个欧洲牵美国共就是做伙合作就对袂当一定要挖一边一定要拄好徛伫中，而且要避免需要两个选一个状况。毋过英国迄当阵真正是全体拢咧享受即个帝国帮。麦克米伦嘛是知影讲即个报告即个结论伤危险所以伊一直拢无公开，就想讲人是讲有人做梦时阵是会梦游无？你甲因叫醒足危险的有无？我感觉就像迄个就是就像迄个状况所以伊就足惊去甲即个甲大家摇醒就对所以一直拢无公开嘛无互足侪人看过。看过大部分的即个大神呢，伊竟然想要去讲无啦，想要甲吐槽讲无啦，即个帝国是偌厉害，拄偌厉害。你讲这伤悲观你这失败主义啥物货。所以规个政治倾拢无法度做出一个合理的决策。伫即个英国无用伫维护伊的即个帝国荣光的时阵呢，德国因为毋免去负担即个军事费用，因为因无殖民地嘛，而且呢会当为头开始建立一个现代经济工业体系。所以因的经济就先开始发展法国呢，因嘛开始重新建设因的即个基础的建设含工业生产。甲即个规个生产力诱起来，嘛走伫头前我感觉一部分是因为因足早就认清讲，任何一个欧洲的国家，拢绝对拍袂过美国和苏联。所以要会当对抗两个大国，只有和其他欧洲的国家去结盟。毋过老实讲，我感觉足侪英国人嘛是搁伫即个梦内底，因可能甲一寡中华民国的人共
款，因无办法去放弃 Great Britain 即两字，所以因无法度看清现实，因无法度接受 they are not great anymore。对啊，像阮迄个阮翁因阿姑就是差不多安尼，因就是迄款圣诞节的时阵，一定爱看迄个 Queen Speech 的迄人啊，看伊女王讲话款啊。其实阮大家伊嘛会看，毋过是看心态啊。我感觉即是嘿啦，伊可能只是一个习惯尔，无伊其实伊是做清楚的。我迄当阵人泰国倒来的时阵，伊甲我讲：你知 Reform UK 竟然赢呢？系啊，是即款的。对啊，毋过对。我迄当阵伫澳洲伫拍线工的时阵，都是识一寡英国人，因就讲吼，阮是 Great Britain 呢。我是讲，恁到底是 Great？系啊，我是讲，恁确定吗？我好哦，好你家己去问哦。系啊，较早困较有面。真。后来其实佫有一位首相，伊的头脑是有较清楚诶。伊认为讲英国若要发挥即个世界影响力，着必须要成为欧洲诶即个带领诶国家诶其中一个。毋过伊上任了，讲拄好是即个英国战后上无安定诶一段时间。伊即个首相诶名叫做西斯啊。伊当阵起来诶时阵，拄好是因为会带动即个经济工业拢发展了无好。过来工会含头家即个冲突愈来愈大。所以世界拢咧抗争。过来就是即个 North Ireland 北爱尔兰诶共和军世界囥炸弹。一直有人死。过来就是油价起3倍。所以拄好是各方面拢足无稳定诶，佫经济佫歹。所以最后只好提早落台。所以佫起来迄个 Wilson 伊就是较是迄个人讲机会主义者啊。来看西瓜对一边声势较大，伊就挖迄边而且迄当阵迄个时阵差不多是70年代吧，针对讲要加入欧盟即段代志，也是无爱加入。工党含保守党内底嘛是分裂诶，就是工党分一半要加入，一半无爱。保守党嘛是。即件代志其实维持到即个2016年诶时阵，迄 referendum 时阵，嘛是共款两个对要加入欧盟即件代志，含党派已经是无关系啊。对。即本册我记伊内底有提着讲吼，若是搁安尼一直落，有可能会出现是孤独诶英国，甚至是孤独诶英格兰。对。我看了真诶，我想讲了够好诶，因为迄个什物啊，苏格兰嘛做袂爽，迄当阵来脱欧公投啊，就讲过无几当要搁办一届独立诶公投嘛。对。嘛是有迄当阵选嘛有风声讲北爱尔兰可能会甲可能是有要甲迄个爱尔兰合作伙。对。嘛无想要脱离欧盟啊。对。我记得作者有一段咧写讲，足侪主权派诶人咧讲，咱若加入去欧盟会失去咱诶主权。毋过伊就讲，问题是欧盟伊诶规个概念是就是自由迄个啥，无迄个国家诶帮助嘛。伊讲若是真正签一个即个合约，就会失去主权。英国几百年来签来偌济即款诶类似诶合约伊毋是即摆徛在在。而且我听伊迄种摆节目嘛讲，足侪人会讲，
咱爱 talk to the world，袂当嗯干那共澳洲做生意。嗯，伊讲问题是你含澳洲做生意，你含世界做生意无冲突啊。对啊，伊敢讲你含澳洲好，你着惊啦，会当含澳洲对好，啊，对啊，毋是结婚啊？真诶，而且澳系啊，洲嘛是世界一个部分啊，嘿对啊，对啊，对啊，就趣味诶。所以才会讲，伊讲你是甘愿要做一个有家己主权诶一个孤岛，还是呢？有绝对诶主权，因为根本就无人堪你做伙贸易，对，还是讲你要做一个堪外口诶世界有连结诶英国，嗯。嘿。我感觉伊迄当阵伫后面内底时阵，伊嘛无因诶主权嘛无去啊。我感觉伊咧讲诶是啥呢？因为这我就知影，因为阮大官就爱讲诶。嘿，伊会讲，因为后面诶法规法律会 override 一哦，寡英国即个法律，比如讲即个 GDPR，还嗯，是讲一寡人权诶即个部分。嘿，阮大家呢，就少大官啦，因为伊是较右派诶嘛，伊就较嘿嘿嘿，无爱迄款啥物较人权有关系诶物件，嘿。啊，所以嗯对，所以咱即集差不多讲到遮哦，讲啊嗯，时仔是差不多到即个七零年代迄当嘿，阵，嗯，后一集咱会经一几个较近代，几个事纪来简单来讨论一下。嗯，我是足建议讲，毋管是介意英国，还是讲介意吐槽英国诶人，拢会当认真来读一下，内底有足济即个足 detail 所在，咱无法度伫遮全部讲出来。毋过即个作者伊写诶文章咧，就有即个英国人咧吐槽别人诶迄款气味啊，嘿。就很足口说的，我足介意诶。我感觉真正即本册，逐个英国人拢应该来读者。我今仔日就是伫看即本册诶时阵，我着强烈推荐阮翁来读即本册。伊讲看中文诶嘛，我讲你有病哦！即个作者是英国人，我看诶是对翻译过诶。对对啊，是毋是爱送互阮大家一本？我敢会当咧。无伊看我炸这来 holiday，伊讲哦，这你 holiday 是安那就来种诶着。毋过虽然讲即本册种诶，毋过诚做趣味呢，诚做好看咧。嘿啊，好收了，佫会当堪阿姑相争。搞我笑。哦，是啊，咱的 holiday，咱拢爱遮充满迄个暴力之气啊！逐个拢爱歹穿是安怎？算你转去做工课的时阵，你可能会较欢喜吧。哦，对，好，好好，安尼就差不嗯，多到遮。请逐个一定爱收听咱后一集，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国泰民安。游乐轻快过一阵青菜，水国青。来回落水溪，参农民骑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车人客，写生气的土地。游乐轻快过一阵青菜，水国青。毋过嘿，但毋过伊诶想法有足侪通吐槽诶所在，所以咱伫遮会先莫爱讲啊，因为吼，死者为大，无我袂讲话。嗯嗯，毋是我安尼尔哦，阮翁嘛是定定甲吐槽哦，人已经毋知走几若工啊，几若冬啊，佫一直共吐槽，足无礼貌诶。不要紧啦，伊听袂着。就比一个较嗨。哦，就是，流汗好。